對方話如果同你合作，兼且咧想將你嘅業務咧走到去全中國嘅，有方法。嗱，大部分嘅人咧，當你個公司做得好好啊，或者有少少知名度嘅時候咧，又會有好多狂蜂浪蝶咁樣走埋嚟，又話同你做代理啊，又話當你賣啊咁樣。咁但係如果個個都咁樣走埋嚟咧，其實你係咪一定保障到你嘅生意有提升嘅咧？最佳嘅方法咧就係話，唔係就咁去講合作，或者講拆傭，講點樣條件，甚至乎跳巴咁樣。所以你最重要嘅方案咧，就係點樣佢究竟能夠包銷到。如果你來者不拒嘅話咧，其實係會出現一啲問題嘅，因為咧大家嘅能力好參差咧，咁變咗有啲咧就會自己做唔到張單啦，但係咧就會喺市場上邊就話：我都有代理啦，你俾個價錢啊貴咗啦，揾我啊嘛平好多。嗱，咁真正最受傷害咧，其實就係你嘅公司啦咁樣。所以我哋必須同佢簽合約嘅話，如果你係去真係代理嘅話，或者包銷嘅話，咁究竟一個月你俾到幾多營業額我嘅咧？如果你能夠俾到嘅話咧，我就繼續同你合作；冇嘅話就要合作寫清楚。如果你達唔到目標咧，咁我哋就要取消合約㗎啦。對方話如果同你合作，兼且咧想將你嘅業務咧走到去全中國嘅，有方法。嗱，大部分嘅人咧，當你個公司做得好好啊，或者有少少知名度嘅時候咧，又會有好多狂蜂浪蝶咁樣走埋嚟，又話同你做代理啊，又話當你賣啊咁樣。咁但係如果個個都咁樣走埋嚟咧，其實你係咪一定保障到你嘅生意有提升嘅咧？最佳嘅方法咧就係話，唔係就咁去講合作，或者講拆傭，講點樣條件，甚至乎跳巴咁樣。所以你最重要嘅方案咧，就係點樣佢究竟能夠包銷到。如果你來者不拒嘅話咧，其實係會出現一啲問題嘅，因為咧大家嘅能力好參差咧，咁變咗有啲咧就會自己做唔到張單啦，但係咧就會喺市場上邊就話：我都有代理啦，你俾個價錢啊貴咗啦，揾我啊嘛平好多。嗱，咁真正最受傷害咧，其實就係你嘅公司啦咁樣。所以我哋必須同佢簽合約嘅話，如果你係去真係代理嘅話，或者包銷嘅話，咁究竟一個月你俾到幾多營業額我嘅咧？如果你能夠俾到嘅話咧，我就繼續同你合作；冇嘅話就要合作寫清楚。如果你達唔到目標咧，咁我哋就要取消合約㗎啦。